这时来攻读上帝话，记载伫马太福音书11章28节到30节。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30节，现代中文译本19页，台语汉语本23页。28节，来啊！所有劳苦背重担的人，拢到我遮来，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恁要背起我的担，对我学，因为我的心柔和谦卑，安尼恁就会当得到安息。我的担是容易背的，我的担是轻的。以上，愿上帝祝福咱听伊的话，顾照伊的话去行的人。今仔日咱主任牧师要带领，要传道讲，互咱的信息是木星系列的第6安息，咱恭敬来领受。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安息。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会当透过你的话来帮助阮，来透放阮，互阮得到重新的快乐。主，阮即时要静静伫你的面前来听听你的话，求你帮助阮，安静阮的心，互阮领受你的话语，无任何阻碍。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大家毋知影敢会记得牧师伫即个木星系列第1讲，讲到一个题目叫做心乱啊。咱讲到即个世代人受到真侪外在环境的影响，伫到咱的心有时会真乱真乱。但是，一旦咱的心乱的时阵，就造成咱内在生命真侪无共款的问题。造成心乱的原因，就是背重担。常常有真侪人来找牧师讲，牧师啊，我是来背真侪重担。生命中间有真侪时刻吼，咱承受太侪重担，滴到咱亲像石头缀伫咱的心肝吼，滴到咱强无法度喘气，足艰苦的。所以牧师爱大家来注意听今仔日的信息。今日一开始，牧师要先甲大家分享背重担的原因。咱知影背重担有真侪无共款的原因。伫我牧会的期间，我发现有真侪来寻求帮助的人，真侪人有各形各色的人，各种无共款的人，拢背真重的重担。咱拢若准讲只有咧背重担，别人拢真轻松。比如讲，有个囡仔来找我，学生囡仔来找我讲，牧师啊，我安尼爱读册吼，我课业的重担是缀甲我真大压力。我讲，阮老爸老母敢拢咧佚佗，伊老爸老母来找我讲，我咧为着负担这家庭的经济需要，背足重的重担。我囡仔尔只要读册尔，规工拢咧埋怨。所以有时阵咱真正咱详细去想啦，咱看咱四周围的朋友每一个人拢背无共款的重担。所以今仔日我首先要甲大家分享背重担的原因，有无共款的原因造成咱有重担。为着方便大家了解，而且来记忆，所以牧师会利用一些人历史中间的事件来帮助咱了解背负重担的原因。咱知影伫一些历史中间有真侪无共款重要的关键阶段。首先，一些人原本是伫埃及咧做奴才，上帝怜悯伊，所以差遣伊的奴仆摩西，带因出埃及。然后伫埃及出埃及了，因伫进入迦南地进前，因伫旷野流浪40冬。这是旷野流浪的时期。后来伫约书亚的带领下面，因进入上帝应允的迦南地，后来建立
因家己的国家。但是了后，因为因无受上帝改变，离开上帝，所以上帝兴起外族来攻击因，最后互因的国家破碎灭亡。咱看到因的历史中间，这个真重要的事件会当帮助咱了解咱身躯心灵所背动荡。首先，第一种咱背动荡的原因，就是心灵被捆绑。好亲像以色列人伫埃及同款，做奴才，咱的生命被某一寡代志、某一寡事物、某一寡人所绑掉的，直到咱内在有真大的困境。咱想要脱离这个困境，但是咱确实无即款的规律。有一寡人受金钱的捆绑，做金钱的奴才。家己有期待讲，会当增加家己的收入，直到因为过头投入，直到若无够达到咱的期待，咱重大压力就来。有人做工作的奴才，无法度对工作顶面享受喜乐，反倒感觉工作是一种重担。若去上班的时阵，就真侪重担。下班了，就是烦恼讲明仔载该去上班，所以工作真做伊的重担。有人被情欲所束缚，无法度挣脱迄个情欲的代志。甚至才有真侪人，今仔日有真侪人被网络束缚，有真侪少年人被或者电动佚佗所束缚。咱的心灵一旦被捆绑，生命就背动荡。这是第一种造成咱心灵动荡的原因。第二种，咱看见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了，伊进入旷野。伫旷野中间，若无有人引带，咱就找无方向，就会陷入迄个困惑迷惘中间。咱的心灵若行入迄个心灵的旷野的时阵，找袂着人生的方向的时阵，嘛相共。一个人若陷入迄个迷惘困惑中间，内心就背负动荡。毋知大家敢有即款的经验？当咱人生中间要做一寡决定的时阵，有时阵找袂着方向，找袂着答案，你的心肝就好亲像一块石头来缀掉的，感觉真艰苦。希望代志赶紧解决。做牧师有时阵有即款的动荡，有时面临着真侪代志，也是讲为着一寡人的问题，毋知影要安怎处理。安尼做也毋对，安尼做也毋对，规个心思意念就互遮个代志所捆绑，背负真大的重担。若代志解决了，哇，心头那亲像这石头安尼放落来。其实做牧者有一个甜蜜的负担嘛，就是讲真侪信徒信任牧师，所以伊会来我讲真侪遮因生命中间的重担讲的煞有变做我的重担这歹真侪重担有时阵找无一个出口哇，生活真艰苦。这是第二项。第三项，咱看见着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了经过旷野40冬的磨练了，因伫约书亚的带领下面进入这迦南地了，看起来改成亲像开始要好开始日子要过了较好但是咱知影，伫应允的地顶面，依然存在着真侪挑战，有真侪征战甲诱惑咧挺效应。咱的人生嘛是同款，有时阵上界危险的时阵，毋是讲咱拄着困难的时阵，因为拄着困难的时阵，咱会警醒嘛。但是上界危险的时阵，往往是顺利平安的时刻。往往咱工作顺利、事业成功的时阵，哇，迄挑战就哪来哪济，诱惑就哪来哪济。甚至有个人因为真成功，所以伊惊失败。成功的人惊失败，内心的动荡就真济。我捌看过一个访问，就是访问迄个《海角七号》的迄个导演魏德胜伊讲《海角七号》这出片的成功，互伊充满惊吓。伊讲伊若亲像一个视力只有60分的学生，拄好考100分，注释考100分。我想讲后一遍毋知要考几分，
所以压力足大足大。其实牧师嘛会相共。有时阵伫牧养的过程中间，期待讲拢会当真平顺、真成功、真顺利。比如讲准备讲道，嘛毋茫哦。其实我每一遍拢真认真准备，我嘛毋茫讲每一遍的讲道片，拢会当感动大家。但是造成迄个无共款的压力伫身躯顶吼。所以我会记住我过去吼，有时有压力的时，拢学袂做梦吼。我毋知恁敢会甲我相共吼。过去咧做学生时代，伊讲毕业无偌久了吼，拢会做一种梦，就是讲我考试到啊，我即声拢无读，嘛无去上课，嘛毋知要伫倒考试，即声落啊，吼，我足紧张足紧张，梦醒啊，感谢主吼，我已经毕业啊吼。即马吼做牧师了吼，做另外一种梦，梦着讲哇，讲道时间要到啊，吼，礼拜时间要到啊，煞迄个西装裤穿袂起来，较若穿拢穿袂起来，是讲无舒服，穿了找无迄个卡啦，足紧张，足紧张，对迄梦醒起来了，我紧去找无舒服穿起来，无师娘讲今仔拜六你是要安怎吼？所以有时阵吼，迄个心中迄款的重担吼，有时无讲出来，大家无清楚。其实我嘛理解，咱每一个人在座所有的人，多少拢有无共款的重担，阁有一种重担。就是来自外在攻击。咱看见以色列人伫迦南地起造家己王国了，伊是无偌久，国家就因为无合一，所以分裂做南北两国。后来对上帝无敬虔，整个国家就受外族的攻击侵略，到落尾，南北两国分别被亚述甲巴比伦给灭无啊。咱的世嘛嘛是共款。心若乱，心若静袂落来，心自然愈来愈软弱。外在攻击一出现，心就被拍败。这外在的攻击包含啥货？包含环境的无顺利，包含关系破坏，包含拄着病痛、拄着意外、对咱肉体的攻击。这攻击来临的时阵，咱的心就承受搁较大这重担。所以我知影，咱在座大多数的人拢背重担，有的来自受到一寡代志的捆绑，有的敢亲像人生的旷野中间找无方向，真困惑迷惘；有的人惊失败，有的人拄着外在攻击，所以咱背负着真大的重担。拄着即款的情形，咱要安怎去面对？感谢主。面对这款的困境，咱的上帝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为着咱带来迄个无愿望中间的迄个光明。耶稣基督对咱所有背重担、劳苦的人提出一个邀请，伊邀请咱进入迄个享受安息的甜蜜。所以主耶稣基督对咱讲：既然劳苦担重担的人会当来我遮，我就互恁得到安息。主要所用温柔的声对咱讲：既然劳苦担重担的人都来我遮，我要互恁得到安息。当咱身体心灵感受到野身困苦的时阵，主耶稣基督邀请咱进入伊的安息中间。伊同咱讲，来到伊的面前，咱的确会当享受真实的安息。咱来明白哦，圣经中间这个安息有真深的意思。这字原本就是咧做事人咧耕作的过程中间，咧种植的过程中间的一个专用字，就是讲一块田园经过使用几啊冬了，这田园就慢慢伊个生产力就降低，种的作物生产收成就哪少。所以做事人，伊知影即款的情形，伊就互即块田园休困，华语叫做休耕，互伊休困一段时间了，然后等即段时间过了，这田园就搁肥起来，咱搁来种植，这田园的收成就会加倍增加，这叫做安息。亲爱兄弟姊妹，最后所伫遮讲安息，
就是讲，既然劳苦担重担的人，咱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伊要将咱的重担放下，然后伊要互咱重新得到快乐，互咱会当担迄个正确的担。所以咱来看，咱如果若需要放落咱的重担，咱若需要重新得到快乐的，咱来看主耶稣基督安怎邀请咱进入伊的安息中间，互咱享受真正的安息。牧师要甲大家分享三个步骤，吼，咱一步一步对耶稣基督来学习，得到真正的安息。首先第一项，主耶稣基督讲：既然劳苦担重担，会当来我遮，我就要互恁得到安息。所以第一项代志，咱就是爱去到耶稣遐亲近伊。耶稣讲：来我遮，我要互恁得到安息。这答咱讲爱做三项代志。第一项，爱来投靠耶稣。咱来到主耶稣基督遐来投靠伊。如果你心中充满痛苦、背真重的重担，内心无法度安静落来，咱来投靠耶稣。投靠就是啥物？投靠就是专心倚靠，全人托付予上帝。咱细汉的时阵吼，咱拄着困难的时阵，咧哭的时阵吼，咱看到咱的老爸老母安那，咱第一个动作就是走过安那，老爸老母来摸落去，摸起来，投入迄个老爸老母的怀抱中间。我拄则看到一个囡仔吼，无说哩跋倒，伊就开始要哭吼，要哭之前去看看吼，看迄边仔看有大人无吼，看大人哦，哭大声吼，迄大人来抱起来，伊就伫伊怀抱中间，会通得到保护。所以第一项，咱拄着劳苦背重担的人，咱就是爱找着耶稣，投入伊的怀抱中间。这是第一项。因为圣经同咱讲，投靠耶和华，强过倚靠人。即句圣经真特别咯，伊是诗篇118篇的第8节，1188。这是圣经中间上界中迄节啊。因为咱的圣经总共有31174节。即节拄仔是15587节，拄仔是上界中迄节。但咱讲一个真中心，咱的信仰的中心，就是爱投靠迄个会当倚靠的上帝。上帝是全能，是信实，是永远伫的，是可靠的上帝。所以咱投靠伊，无倚靠任何人。这是第一项，来投靠。来投靠了咱就爱学习第二项，就是爱交托啦。如果咱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一直靠讲我有重担，我有重担，我有重担，结果你无要将迄个重担交出去，也是讲明明已经交出去，你还搁咧烦恼，这拢毋对。来亲近耶稣，你爱将重担交出去，交托出去了，而且爱安怎？毋通搁继续烦恼。咱看见保罗先生安尼讲，伊讲恁应该一无挂虑，爱伫祈祷中间将恁所需要的，甲上帝讲，然后用感谢的心去祈求，上帝所赏赐迄个超越人所会当理解平安。好啊，本的圣经讲，出咱意外的平安，会借着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怀意念。而且保罗同咱讲，当你背重担、劳苦的时阵，你有两个选择。第一选择就是继续挂虑、继续烦恼；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祈祷，靠着祈祷了，将所有的交托出去。所以咱伫遮明白，咱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投靠伊了，爱将迄个重担放落，交予主耶稣基督，毋通搁再烦恼。然后第三项，就是咱来信从咱看见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安尼讲：咱已经甲因同款听见福音，因听见信息并无得到利益。为虾米？因为因听见的时阵无用信心去领受，咱相信的人会当享受上帝的安息。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上帝话会当互咱得到安息。
但是咱听到上帝的话了，爱安怎？爱用信心去领受，就是爱相信。人只要相信主耶稣，咱的罪会当得到赦免，因为咱的背重担是因为咱背太济罪恶的重担。但是主耶稣基督为咱放下性命，所以当咱到十字架顶、十字架下面来投靠主耶稣基督的时阵，罪的重担就会脱落，咱的心灵得当得到真实的安息。亲像劳苦担重担的人放落这个重担同款，这是第一步。就是咱来投靠主耶稣基督，然后无烦恼、专心信靠伊的时阵，咱会当将重担交托予伊，放落咱的重担。你来看，咱毋通停伫遮尔尔吼，咱来继续来看吼。第二项，就是主耶稣基督继续勉励咱，讲爱背伊的担啦。主耶稣讲：我的心温柔谦卑，恁着背我的担，学我的款式，安尼恁的心着较享受安息。因为我的担是容易的，我的担是轻的。主耶稣讲：恁着背我的担，咱会感觉奇怪。咱着明明要将迄个重担来放落对无？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讲咱爱去背伊的担？其实伊是有目的的。好，咱来理解，这个担吼，就是咱的责任啦。吼，咱的人生中间无可能无一个人无负责任啊，除非吼咱得到永远的安息，无咱拢一定爱担咱的担，咱的责任。所以耶稣要进一步来帮助咱，互咱会当有能力去背负咱的责任。这就拄则所讲的，即个田园吼，你互伊休困，互伊休困的目的，毋是要互伊趴远呢，是要互伊重新得到快乐，会当去建造，会当去修行，搁较济嘛。所以咱将重担放落了，咱爱去背耶稣基督的担，顺服耶稣基督，帮助咱会当负起咱真正的责任，吼，背负咱的责任。所以耶稣基督咱讲，我的担是容易的，吼，大家我圣经翻译做，我的担是快，我的担是轻，吼，我的担是容易的。其实这个容易这两字，吼，在希腊文中间有真正的意义，就是讲，我的担是非常适合恁啦，吼。这个有一个背景，吼，这个背景就是讲，伫以色列人中间，伊要训练吼一只无耕作经验的牛，吼。这些人会将即只无经验的牛，甲另外有只经验的牛吼，互因同背一个担，吼，亲像这吼，咱这较老辈捌看过这啦，吼，少年辈可能无看过吼。即个就是担啦，吼，这担吼，毋是干那安尼尔，咱知影这担吼后壁佫有中间有一支直的吼，这是环的对无？中间有一支直的后壁接这个，我另外一个图互大家看吼，就是讲。后壁则佫有一支直的，用即个犁头吼，安尼才当耕田嘛吼。所以咱来看，耶稣讲即个担吼，我的轭是容易的，意思讲，我即个担是真适合，是照你即个牛的形体去设计，是为着你特别设计，所以真适合你。吼，然后，所以咱拍起来吼，袂受伤。而且迄只比较较有经验的牛吼，伊知影安怎出力吼，像一只较有经验的老牛，带即只较少年的新牛，伊咧行时，伊知影安怎出力吼。所以大多数的力，拢互即只老牛歹咧。即只牛，即只少年的牛吼，只要甲伊同排即个担吼，慢慢对伊的骹步来行，顺服伊，安尼伊会真轻吼。这个担是真轻的吼，所以咱来明白就是讲，咱的人生无可能无背责任啦。我拄则讲，除了永远安息以外，若无咱伫今生中间，咱来学习安怎去找到正确的担，而且用正确的方式去背这个担，来背耶稣基督爱咱承担的责任，而且伊应允讲要甲咱同背这个担，咱自然而然袂感觉真重。当咱愿意安尼做的时阵，
咱会当进入第三个步。主要说讲，你爱学我的款式，意思爱跟对伊。除了接受耶稣基督的邀请，顺服耶稣以外，咱还该跟对耶稣基督的脚步。亲像咱拄则看到迄两只牛，即较有经验的牛，伊行一步，即细只牛对伊行一步，伊行，即只细只牛就对伊行，伊停，即只细只牛就停，伊挖。即细只牛就对伊挖，安尼学一段时间了，伊就老练起来，伊就袂感觉伊所背即个重担是一个真重的重担。咱来注意哦，即个担的形状，哪亲像一个十字架。咱的人生嘛有真济无共款的十字架。当咱面对来自外在的攻击，也是讲咱伫成功时阵会惊吓。伊就是咱找无到人生的方向的困惑，伊就是来自其他事物的束缚。请会记住，先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投靠伊、交托伊、信从伊的带领，跟对主耶稣基督的脚步，咱承担咱应该承担的责任。主耶稣基督嘛安尼应允保罗讲，我的恩典够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伫人的软弱顶面显得完全。主耶稣基督会帮助咱背起咱的十字架，只要咱专心顺服，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款式，伊会互咱承受的重担感觉真轻。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中间可能大多数的人现主是拢背重担，但是主耶稣基督邀请咱进入伊的安息中间。互咱一步一步得到快乐，愿上帝帮助咱。这时阵，牧师要替大家来祈祷。咱将咱的目睭开起来，咱领受今仔日上帝话语，帮助咱明白，免咱得到真实的安息，而且对这个安息顶面重新得到快乐，跟对主耶稣基督的脚步来行。而且，互咱会当承担咱人生应该爱承担的责任。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阮伫中间如果有背重担的人，求主帮助阮，互阮来到你的面前，将阮的重担放下，安息伫你的内面，透过安尼重新得到快乐。我也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用你的听充满阮，互阮会当得到力量复原，互阮会当对你的脚步来行，背起阮的十字架来跟对你，互阮会当承担阮人生的责任，透过安尼，互阮的人生更较丰富，也互你的名得到荣耀。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